張磊、盧永權等市領導深入基層慰問老黨員。屯市委開展青年大講堂活動。歡迎收睇台山新聞，下面係新聞嘅詳細內容。琴日係中國共產黨建黨94週年，市委書記張磊、市長盧永權等4套班子領導深入到全市各個鎮村，慰問困難黨員群眾，向佢哋送去黨組織嘅關懷，並且同基層黨員幹部座談，共商經濟社會發展大計。琴日，市委書記張磊先後到北斗鎮小洞、下洞、平山朗、寨門、沙咀等5個村委會調研，認真聽取村幹部嘅情況介紹。每到一個村委會，張磊都會首先詢問村幹部有冇拖欠工資嘅問題出現。張磊表示，村幹部嘅位置好關鍵，擔當住黨嘅聲音傳播嘅作用。農村工作唔容易做，基層穩定，社會先能穩定。張磊希望各村兩委幹部要加強團結，依法依規辦事，同時要注重自身素質嘅提升，咁樣先能夠引領村民致富。對於下洞村委會同寨門村委會辦公樓老舊等問題，張磊表示會協調籌集資金，支持村辦公樓嘅建設。隨後，張磊仲到部分老黨員同困難群眾家中慰問。平山朗村何松添係1955年入黨嘅老黨員。佢思路清晰，非常健談，對市鎮兩級黨委合力搞好進村道路同飲水嘅工作非常感謝。張磊感謝何松添為組織、為群眾所做嘅貢獻，祝願佢老人家身體健康。本台記者林立俊報道。琴日，市長盧永權到深井開展7·1慰問活動，為困難老黨員同村幹部送去咗黨組織嘅關懷同祝福。盧永權市長首先到井東村慰問咗困難老黨員陳成富同陳訪文，詳細了解老黨員嘅生活情況同身體狀況，對佢哋為黨嘅事業作出嘅貢獻表示感謝，希望佢哋保重身體，繼續發揮餘熱，一如既往咁關心黨嘅事業。同時，佢叮囑同行嘅鎮村幹部要多關心困難老黨員以及佢哋嘅家庭，想方設法幫助佢哋解決實際生活困難。喺同深井鎮班子成員座談時，盧永權對深井近年嚟所取得嘅成績表示肯定。佢強調，鎮級領導班子要喺工作中迎難而上，再接再厲，為群眾提供更好、更便捷嘅服務。連日嚟，何國航、葉榮超、鄺俊傑、馬品高等市領導深入基層，為基層黨員幹部上3嚴30專題黨課，並登門慰問困難老黨員，為佢哋送上節日慰問金。並叮囑鎮村幹部日常要多關心困難黨員嘅家庭生活情況，了解佢哋嘅難處，幫助佢哋解決實際困難，令每一位困難黨員都感受到黨組織嘅關懷同溫暖。今日上晝，屯市委舉辦以新時期青年嘅責任與成長為主題嘅青年大講堂活動，為全市各單位嘅團委負責人進行一次主題思想教育。活動邀請市委常委馬品高為主講人，佢指出，我國進入新時期新常態嘅發展階段，廣大青年面臨住更多嘅機遇同挑戰，肩負住振興中華、實現中國夢嘅重任。喺新時期新常態下，青年要擺正心態，不偏激，多一份包容，少一份牢騷，多想想自己能為國家作出乜嘢貢獻。新時期要求廣大青年要有信仰、有本領、有創新、有幹勁、有良好嘅精神面貌。青年大講堂活動以弘揚人民精神、激發昂揚鬥志、增強發展信心、營造學習氛圍為宗旨，對進一步加強全市青年嘅思想政治引領，切實提高廣大青年嘅理論水平、幹事創業本領，發揮住積極嘅推動作用。本台記者黃中原報導。圍繞今年安全生產月，加強安全法制，保障安全生產嘅活動主題，我市一啲職能部門結合各自行業嘅特點，採取多種多樣嘅方式開展安全生產月活動。琴日上晝，市住建局喺台城東門一個高層住宅樓盤工地舉辦建築施工安全生產知識競賽。今次係市住建局連續第9年開展咁樣嘅活動。嚟自全市各施工工地嘅7支代表隊參賽，競賽題目都係關於建築文明施工、電氣安全、
腳手架、高空作業等方面嘅安全知識。經過必答題、自選題同搶答題幾個環節，利是大江紅木藝術展覽城建設施工代表隊獲得第一名。市住建局有關人員表示，近年嚟我市嘅高層建築施工工地不斷增多，監管施工難度越嚟越大。佢哋除咗認真開展各類安全知識普及之外，採取日常監管加重點督查相結合嘅方法，將建築施工安全監管作為一個新常態，管嚴管好。市城管局園林署亦結合安全生產月活動，專門邀請消防、供電、交警等部門專業人員，為一線園林工作人員普及安全生產知識，並開展自查自抖行動，為全體員工購置咗作業反光衣、反光雨衣、警示燈設備等等，並結合7月份雨季颱風多嘅特點，開展市區道路綠化植物修剪、景觀廢舊電氣線路等嘅改造，消除安全隱患。本台記者張志強、張旭報道。今年以嚟，市工商局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多措並舉，優化投資創業環境，傾力服務全市經濟發展。喺市工商局駐市政府行政服務中心嘅服務窗口，今年以嚟顯得更加繁忙。原因係今年市工商局大力推進登記註冊業務同城通辦嘅便利化服務，破除鎮級規劃嘅限制，各鎮工商所可以辦理跨鎮登記註冊業務，市區嘅行政服務中心服務窗口自然就繁忙起嚟啦。喺豆山鎮做生意嘅黎先生正在市工商局台城服務窗口辦理相關業務。佢話新措施方便咗群眾。就喺豆山嗰度咧，要開一間公司，就上呢度辦證嘅。咁喺台城咧，同時喺呢度都可以辦到個營業執照啦，咁黑賬啦，同埋辦嗰個機構代碼證咧，喺呢度辦咗就方便啲咁。滿足了他們一個就近、便捷、高效的一個辦事需求，對我們登記窗口的一個標準化、規範化的一個建設呢，也將起到一個推動的作用。通過實施這個模式呢，大概也就是4000多戶吧，市場主體可以享受到這種便利。據了解，今年以嚟，市公安局着力做好商事制度改革、規範窗口服務、服務農村經濟發展等工作，積極落實註冊資本認繳制、先趙後證、一趙多址等改革，降低市場准入門檻，激發群眾創業嘅激情同活力。同時，完善責任制、政務公開制等一系列嘅規章制度，不斷優化窗口服務，加大政務公開力度。通過工商紅盾信息網、公示欄等多種渠道，及時更新、完善同公開各類企業同個體工商戶登記須知、申請指南、文書範本，為企業同群眾提供貼心服務。一站式嘅便捷服務受到市場主體同社會各界群眾嘅一致好評，亦激發廣大群眾嘅創業熱情。目前全市實有各類市場主體共32000多戶，其中今年以嚟新登記嘅各類市場主體就有2188戶。本台記者黃宗元、曉晴報道。好啦，觀眾朋友，台山新聞播送完啦，感謝你嘅收睇。想了解更多新聞資訊，請登錄百豐網3w.tsbtv.tv 或者掃描關注百豐網微信。我哋下期節目再見。佔道經營需整治，聯合執法更有效。電力線路鋼塔成垃圾場，影響環境惹人嫌。